咱无希望讲就内地政府讲会使任命台湾地的票种，不过台湾地的票种是有够侪好，真侪乡亲安尼雾煞煞，唔知要安怎分。啊，对着这个生意人，又是业者来讲，啊，要安怎证明讲因兜的猪肉是对倒位来？对来使搭台湾地的票种有这个摊商，又就是这个肉店啊，佮提出屠宰场，又是这个猪槽的证明，希望讲会使取得消费者的信任。 一透早菜市的人就客家甜。不过元旦开始，含有300斤的美国猪肉开放进口，真侪民众拢真烦恼。肉类使用非常广啊，它就隐藏到其他的那个再加工的猪肉里面，那这样我觉得不很好啊。很少在吃猪肉，因为我最近感觉说还没有我们定下来，我还不敢买猪。虽然有票种当好打，但是民众也是无多安心。中央就宣布，自即马开始3阶段要来查含有300斤的美国猪肉。1月初1到1月初3会针对使用大肠、关连肉、脆边肉的店头。 过来1月初5到15会针对菜市内底3000外间的肉店，最后1月18到31号要全面盘查，支持这种稽查敢真正有效，民众烦恼，业者原来就要想办法。其实现在有不少的猪肉业者，为了要排除消费者的疑虑，都会在店家公布像这样子的屠宰场证明，来证明自家的猪肉商品是来自台湾。抓元旦前赶快来买，然后就上个礼拜生意还不错，然后这个今天就还好这样。哪一种才是真正客户能够接受的？价格可能会稍微提升。含有300斤的美国猪肉已经进口了，是有机会往那呼吁，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反内地连署的24万民意。经济甲食品安全多一项较重要，要安怎平衡？这好餐城市已经正做蔡政府2021年头一个上重要的问题。